多謝香港電影節請我嚟。我最初以為係大家一個對談訪談，所以我冇諗到原來要自己企喺度同大家分享呢部電影。所以以下講嘅嘢咧，因為我既然係我自己拍第一部戲，自己做編劇都係一個創作人咧，我哋有陣時做一啲訪問，經常會俾一啲影評或者一啲朋友問你有冇咁樣諗咁樣諗？我哋通常嘅答案係冇。即係有陣時大家，但係我覺得睇戲係大家有陣時帶自己人生或者帶自己一啲經歷嚟睇咧，點樣解讀係亦都係觀影時嘅一個樂趣。所以我以下一啲分享咧，都係我個人嘅生活經驗同埋個人偏見嚟嘅啫嚇。咁所以大家唔需要咁認真，大家就當討論一下。我喺呢一部戲因為我自己係拍喜劇、寫喜劇嘅。咁我喺呢一部戲第一個會心微笑嘅位咧，就係當老教授嘅一個教育嘅女學生咧嚟揾佢，然之後佢嗰種緊張嗰種抑壓自己有一啲感情嘅盪漾嘅時候咧，我係有會心微笑嘅。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呢一方面？我要有貌似，因為我完全唔知自己今日原來係要俾一個講，所以大家隨便打斷我，因為我相信我可能冇講得咁有組織。咁所以喺自己嘅生活裏邊，我當然都會遇到一啲同電影中主角差唔多年紀嘅男士啦。咁我開始理解佢哋各種突然間嘅情緒波動同埋糾結啦。原來喺佢哋內心有好多你要對抗嘅一啲思想同掙扎啊！除咗譬如人係好無奈嘅，食同色即係性呢件事或者感情呢件事，令到人嘅波動係你冇辦法抗拒嘅，即係生理上同生理上冇辦法抗拒。所以我開始見到第一下老教授對自己對女學生嘅一啲有一啲盪漾嘅時候咧，我係覺得果然係有啲人係好無奈對嘅，你冇辦法抗拒到自己嘅思想。雖然我記得蔡瀾老先生講過，有人問佢你到呢個年紀，可能你身邊有啲朋友都會離開，你家人離開，然之後人都會有啲孤獨，有啲寂寞。咁大家就問一個咁有智慧嘅老人家，你點樣去面對咧？跟住蔡瀾老先生就話唔好諗。即係用我哋而家嘅傳譯就係唔好內耗自己，唔好諗咁多。其實可能都係嘅，但係其實最難嘅係唔好諗啊。可能最多只能夠唔好轉牛角尖，但係我哋見到部戲嘅主角，我哋見到法國文學教授就似乎越諗越多，因為人喺孤獨嘅時候好難免會越諗越多。人譬如到年紀大咗，你會諗有好多要對抗嘅病痛嘅對抗啦。你每一日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即係最簡單試過病，你淨係喺度諗，或者點樣對抗嗰種身體嘅唔舒服咧，可能已經耗費你好多精神。咁仲有譬如你一啲人對頭先我哋講對感情嘅糾結，都係好難避免啊！你睇一睇我張馬士，如果旗下大家有咩分享可以幫我，大家可以一齊討論下。咁我哋喺裏邊其中我哋好另外譬如我哋講緊我哋香港人，我睇到其中一個又會心微笑嘅就係原來保持優雅同尊嚴咧，真係需要好多錢嘅。即係大家唔知有冇計過大家嘅退休生活？即係譬如我自己，就算我係一個中年嘅人，我都會一路睇嘅時候會諗我會唔會去到年紀大嘅時候都會係咁樣面對一種好無奈，你嘅收入已經少啦，但係你嘅支出係恆常有一啲支出，你能唔能夠仲保持自己一啲你嘅生活質素你習慣？咁我覺得係一個每個體會。我唔知大家睇嘅時候有冇睇到諗到舊年嘅定再早啲時間嘅一部日本電影《Perfect Days》。即係我覺得呢一個 Perfect Days，因為佢係一個本身係有錢人啊，即係你後尾知道佢係一個有錢人，你就覺得佢洗廁所嗰種坦然咧，你
你係覺得係有一種你明佢點解可以接受？因為如果你真係一個窮人去洗廁所，你會覺得嗰件事係迫於無奈，而唔係一個選擇。咁當然我睇 Perfect Days 嘅時候，前邊你會覺得如果當然我唔向往洗廁所啦，希望可以繼續用自己創作寫作，好似呢個老教授咁，繼續維持自己嘅生活啦。但係 Perfect Days 嗰種好可能對一個好內向嘅人，好日常嘅一啲咁嘅生活好自我滿足咧，係嚮往嘅。咁我哋頭先同阿 Alvin 喺度講，呢個前邊咧都可能係會令我哋諗到 Perfect Days，但係後邊就好似唔係好 perfect。開始你開始有人生有一啲恐懼嘅時候，你就唔好 perfect。譬如我哋成日會話，我哋以為習慣，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句説話，叫自律即自由。即係話如果你自律能好好控制自己嘅生活嘅，譬如安排時間呢啲咧，咁其實你先擁有最大嘅自由。但係其實自律習慣，我哋以為自己好牢不可破嘅一啲事情，我哋覺得其實好脆弱嘅，即係可能有一個能夠令你心神蕩漾嘅人，輕輕咁點你一下，佢就已經可以破壞你原本你覺得好習以為常嘅日常，令你多一個諗法已經可以破壞你呢一個習慣。咁所以我會覺得習慣冇我哋諗得咁恆常，尤其是我明白對一個老人家或者對一個你好習慣嘅突然間改變咧，係會帶嚟一種恐懼。即係我哋人往往就係我相信我去到呢個年紀，或者去到好似一個老教授嘅年紀都會，你覺得每日嘅日常你可能有業緣，但係你對未知，譬如你接唔接受一個誘惑，或者你開唔開始其他一啲事業關係嘅時候，你又有一種恐懼，然之後就停喺中間度唔知點算。即係好老土就係話活在當下，但係如果活在當下係咁容易咧，就唔會變成一套大家要學習，甚至乎覺得係做到真係叻嘅事啦。咁仲有咩咧？譬如我頭先講，譬如話食物同性嘅感情係人，其實你每日維持一啲生活，你可能覺得僅有保持有趣味嘅地方。譬如我哋會見到老教授每日嘅食物處理，可能我有陣時我咁樣睇好似喺部戲度，好似係佢僅有嘅能夠維持尊嚴嘅一啲儀式感啦。所以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咁細，所以到最後去到佢最後一次朝頭早煮早餐去攪咖啡豆嘅時候咧，佢食個早餐應該係一個普通可能便利店買嘅麵包，就咁拆開膠袋隨意咁應付兩啖咧。我係覺得連最後嘅一啲儀式感俾自己都冇。其實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好奢侈嘅，即係譬如而家你煮好一餐，然之後擺好喺張台度，好靚咁食。嗰陣時自己睇戲我都會話，即係雖然我都拍過呢啲情節啦，其實係咪淨係拍電影先會咁嘅咧？或者我今日要 po 一個 IG 嘅相，po 一個社交平台嘅相先會咁嘅咧？因為我本人係一個獨居嘅人啦，我自己煮嘢食一路煮一路食，即係一路喺個爐頭嘅煮嘅時候，就已經一路開始已經進行緊你嘅晚餐。因為我以前有一個中學嘅老師，佢係一個獨居嘅女子啦。嗰陣時可能佢嗰陣時同我而家差唔多年紀，佢都話我覺得係好有趣。佢嗰陣時話嗰間樓係佢新買嘅，跟住咁佢好想打邊爐，但係佢又驚打到成間臭晒，跟住佢就自己一個女人就企喺個爐頭前面開住呢一個抽油煙機，就開始喺度打邊爐。即係我覺得呢啲先係可能係好香港人，或者係你仲喺成年嘅時候，你會咁樣嘅一啲生活。因為你好好地擺喺度，然之後可以喺度慢慢食，係一種你有時間上你可以花費嘅事嚟，可能對香港人都市人都未必有呢件事。有男中聲我講，好，大家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大家可以討論下，因為我冇諗過好認真要俾一個 speech， 大家要聽我講，因為啱啱講我係一個新導演啦，一個咁拍咁好電影嘅導演嘅戲，我真係唔敢引咩。只係分享下一啲自己睇完部戲嘅一啲睇法、小睇法嚟嘅，係啊。
可以亂噏嘢，因為我點解要貓字咧？我都驚自己亂噏嘢，跟住實體，所以大家可以大家知唔知呢部戲原來係改編一個文學嘅日本嘅，即係一個文學嘅作品？我自己係好有興趣睇文學，同埋最後變成影像係中間導演處理咗啲咩？因為係好難，尤其是呢啲咁意識流、咁想法嘅嘢好難。即係譬如我哋永遠會話村上春樹嘅小説嘅故事係好難拍嘅，因為你齋喺度，因為我唔知大家睇村上春樹有冇發現一個好有趣嘅説話，係村上春樹成日用，就係佢成日都會話唔知點解藝術點。呢啲唔知點解去影像化咧，其實係喺拍戲變為之前影像嘅時候係有一定嘅困難，所以我哋之前就覺得村上春樹嘅戲係難拍，亦都係一個咁嘅原因。譬如我哋見到之前嘅《Drive My Car》係，我覺得係厲害嘅，因為如果大家睇過嗰本書咧，其實個書名即係個電影名只係部書裏邊其中一個短篇故事，但係最後關宏介導演佢係用晒成本小説嚟去豐富成個故事嘅，同埋佢加咗自己一啲處理落去啦。咁可惜呢一部《真之敵》佢原本嘅原著嘅小説咧，就應該係好耐以前，所以佢係冇中文文本翻譯過出嚟嘅。咁希望第日他會唔會有機會可以睇到呢一個？嗰個作家係鄭安，最出名嘅一部被改編嘅就係《穿越時空的少女》咁係一個科幻小説嘅大師。咁可能呢部作品其實出翻嚟之後會有機會大家睇到可能有個中譯版，因為其實呢部電影都走咗好多地方，攞到好多大獎，尤其是東京電影節咁就攞咗幾個大獎咁樣。就係咁。我大概講就係我最近對年老，即係你一定會諗嘅。其實你人到我而家到中年，然之後會開始睇呢啲咁嘅關於生死關於年紀老去，你都會諗第日自己年老嘅面對衰老呢件事係點睇？即係當然我最近面對衰老嘅問題就係霎然間開始有老化，即係你係一個晚年嘅提醒啦。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呢一個貓字，我驚叫《隔壁的房間》，即係 The Room Next Door。即係佢兩部同樣都係講個主角，你開始要面對一啲死亡，個死亡逼近你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好有趣。我覺得原來歐美人士，我真係艾莫杜華係一個西班牙嘅導演啦，外國人啦，同日本人我哋比較近理解佢個民族比較壓抑咧。原來對死亡嘅處理係面對死亡嗰種恐懼嗰種處理係好唔同。譬如呢一部導演睇佢一啲訪問就係佢故意用黑白嘅，佢有一種克制喺入邊。你會見到艾莫杜華當然係佢本人嘅風格，就係顏色好濃烈啦。咁同埋對性愛嗰種坦然即係嗰兩個女人討論自己過往自己嘅情史感情史，同呢個年紀大嘅法國文學教授，佢面對一啲感情、面對一啲情慾嘅時候嗰種壓力啦。但係我係一路睇嘅時候，我覺得其中一個有趣同埋其中一個竟然有咁批判自己、面對自己一啲陰暗面係最後女學生喺度同佢講：你有冇諗過其實你當時以為我哋一啲好享受、大家好美好嘅時光係你自己單方面嘅咧？可能對我嚟講係一個騷擾咧。我覺得好少，現實中好少有男人咁樣反省自己，所以我係覺得作者係即係導演都係有一個幾好嘅處理。然之後我當然我喺嗰度就開始唔知大家有冇啦，回頭諗咁到底第一次女學生嚟嘅話，一個訪問一個訪談係真定假嘅咧？定還是成件事都係假嘅咧？係一個老年孤獨嘅人開始倒數生命嘅時候，自己開始喺度諗嘢啦。好，大家有冇
我如果有問題可以舉手，我哋交流啊。呢位先生，可以請教下。唔係大家分享下。講得㗎。或者我想補充一少少嗰個睇法，佢係一個年紀咁老嘅人咧，其實佢嘅真假係一個好無能嘅。個咪係 OK 嘅。OK。咁我嘅狀態其實係一個夢境與現實嘅交集啦，因為成日佢喺個即係瞓覺裏邊咧，你好難可能界定佢係真定假啦。咁其實係一個整體上嘅心態。不過有趣嘅地方其實佢處理一個回憶同埋有少少矯情。個矯就係對佢死咗嘅太太嘅一啲嘅反應。即係頭先你講到嗰個同佢啲後生嘅學生嗰啲回憶啦，嗰個叫做嗰啲 fantasy 啦，咁其實佢太太嗰啲咁嘅矯情，佢唔係好矯情喎，但係又佢好唔好沉重喎，佢又好輕鬆地大過。最嬲尾咧，佢對於佢嗰個太太嗰個咧留戀咧，或者我哋去翻巴黎啦，佢冇對面到佢太太嗰個承諾。咁但係咧翻轉頭嗰度咧，佢有一個好勇敢嘅人變咗。即係其實個導演似乎又唔係咁怕去面對啲嘢嘅，唔係好似阿蔡瀾咁講話冇諗嘅，即係唔可以冇諗咧，佢瞓覺咗，啲記憶就好不能控制地湧現咗喺心頭。咁佢又講翻嚟，佢係用呢個方法去梳理緊佢啲嘅嘢。呢個梳理個手法係相當你覺得係其實一種穿插啲現實與真實喺夢境當中去完成嘅一個嘅 approach， 為咗做補充。好啊。當然啦，我覺得現實同虛幻甚至乎。想像甚至乎導演問到底係現實重要啲，佢話佢係自己改編自己加嘅一個對白就係、到底現實重要啲定文學重要啲咧？即係我將文學代替咗個詞係可能你自己人嘅想像。咁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嗰個狀態就係當你人去到咁孤寂，你冇人可以喺間交流嘅時候，你好容易亂諗嘢，就係、阿蔡瀾先生講嘅唔好諗，但係唔好諗先係最難。但係譬如我講頭先對於死嘅太太有冇嗰個內疚，或者有冇一個即係遺憾喺度咧？我覺得人係好複雜嘅，即係你咁樣講咧，我就諗翻起唔知大家有冇睇翁志光導演嘅《爸爸》，即係你仍然係會懷舊你過咗去嘅人，會想念你過咗嘅人。當然時間真係會令你丟淡一啲嘅。你會知道嗰個人第一刻可能喺醫院，醫生宣布佢走咗啦，你好激動，你個心嗰個傷心程度係100%。咁你過下，你有你自己生活嘅日常，你有你自己日子要過咧，你係會淡。你有時你真係會去唔翻，你當日就係醫生話俾你聽呢個人走咗嗰100%。你知係嗰種傷感，你唔會永遠都係停留喺嗰個咁高嘅濃度。你可能有陣時候食下飯，你諗起佢；行下街，你諗起佢。我覺得人係好複雜，就係、正如你仍然懷念你過咗身嘅太太係真嘅，呢件事係真嘅，懷念過咗身太太。但係你對另外一啲女性有 fantasy 係真嘅，即係正如我好理解爸爸佢有一段戲就係、佢每日懷念佢太太，咁即係想要佢太太呢件事係千真萬確。但係你有一個需要有一個衝動，或者甚至乎你就係因為懷念太太，你好懷念嗰種人與人咁親近嗰種感覺咧，亦都係真。即係所以我覺得人係好複雜，即係唔會話我尤其是大家睇，因為電影係睇 moment。我覺得係大家有陣時會好覺得一部戲因為個容量濃度好細咧，我就只能夠表達一種佢傷心就要傷心到底，佢唔可以中間有一啲好人性嘅掙扎。我覺得嗰種人性嘅矛盾先係真正我哋日常我哋每日面對嘅嘢。即係你知道有啲嘢你批判自己唔啱，但係你好想做，大把你食小子減肥。即係你知道你而家食呢件事唔啱，但係你仍然好想食。
其實你放大去睇同即係食色性啊，你同其他對其他事嘅嚮往、其他事嘅想要嘅嘢係一樣。有冇另外觀眾想分享？我前面啦。想問下就係睇有關南韓嗰個比喻喺戲入面嗰度，講敵人嗰度，敵人或者南下嗰個比喻，你有咩睇法咧？我點睇？我覺得係一個心魔。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佢之前喺收到話敵人要來襲之前嘅一啲嗰啲叫垃圾電郵嘅時候咧，其實好似都幾對應佢當下係佢煩緊錢嘅時候，會有人話我而家有一筆錢要俾你。佢煩緊一啲好情慾嘅想法，就會話有一個突然間好飢渴嘅太太話想同你發生關係，仲要俾錢你。跟住我覺得佢身之即係佢敵人嗰啲係一種自己嘅心魔。我覺得自己心魔，如果你話面對痛苦呢件事，面對寂寞呢件事係一種好抽象嘅敵人嚟嘅。即係譬如你擔心病痛要對抗病痛，對抗呢件事已經係一個好敵對嘅關係啦。你抗唔抗拒一啲誘惑好敵對嘅關係啦？咁當然我有做少少嘅搜集，就係話，因為寫咗呢個故仔好耐之前，佢可能仲係講緊一啲當時有一啲大家環境嘅隱喻，即係譬如日本佢自己都有寫日本同韓國啊之間呢啲，日本嗰種永遠係一個島國，有好多天然災害、地震嗰樣嘢，佢對自己本身生存嘅一種危機感嘅一啲想擺落去嘅嘢。我估，因為呢啲純粹係個人偏見，我哋唔好教育導演想，但係我當然可以自己有自己睇法。好，唔該晒。咁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好多謝馮妙琪啦，多謝各位留低。多謝大家，多謝。Thank you。